大家好，我是姐姐孙兴峰，这是我的弟弟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明仪，欢迎收看《小静的戏之间》，耶！寒人若到食饭饱，就想要食一下柳丁，紫喙搭又搁加油车。这咧就是咱台湾柳丁上界主要的产地——云林古坑。伫这咧有一个真活泼的妹妹，伊主动报名，讲要带我去甲伊体验伊修行的迄一天。咱即马就来甲伊熟悉。阿峰，爸爸，嘿，我来了。阿峰哥哥赞，搞早。要呀！好，我一定看到替我传的好的。这是你爱心情好的。好好，我袂使先请手咯。对。哦，送互你。有影吼。啊，这记面底吼。对啊。辛苦，啊，我来冰一只。去加柳丁。要加柳丁。好。阿峰要甲我加嘛？嘿。诶。行。哦。行。啊，要加这啥？哦，这啥啦？这啥？爸爸讲这啥？先加这边。对。好。对这，爱先加伊垃圾叔叔啊，安尼加落去。哦。就安尼，再加白。加点两刀。就安尼。哦，煎两刀着，做两刀。有伊有甲我讲，就好。伊是讲先加捞一煮啊，啊，再个边个佮加。啊。无伊会受伤。对。我之前拢加一届就加白，然后就互妈妈买。啊，啥那做一刀袂使，爱做两刀。我嘛唔知。做两刀，你像你第一刀一定加袂济吧？哦，算讲哪个扣过迄个意思。对。好啊，来哦，这张互恁两个哦。好，交互阮。好。我先别开。拜拜。哇，恁爸爸无伫，你还好好甲我带呢，我已经无老师啊。甲你讲，我袂当甲我爸爸讲啊，我拄只无说甲伊一刀加好白。哦，你爸爸无看到。爸爸无看到。无看到会疯念。我看啥那咱咧加这啊，像人饲啊拢足红，毋过咱这单仔小可红。因为即摆人拢介意食酸甜啊、酸甜的。哦，所以毋免等甲伤色伤红。对。哦，小可较青的较酸安尼。嗯。哦，较有迄个酸气。对。啊你咧，你介意食酸的还甜？我拢介意。我自细汉就拢食水果。咱食水果。对。你是水果饲大汉。嗨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阿峰，咱今仔要教大家什么的台语？小柳丁会用到的台语。哦，安尼头一个是啥？日霜。好，就是这。对，这是互日头晒互伤的。哦，晒着伤，伊个臭味道。对。哦，安尼叫做日霜。日霜对。第二个要教啥咧？披衫，就是柳丁的衫，那像我安尼穿衫。哦，啊，柳丁的皮就是伊的衫。对，这就是披衫较水，这个就是披衫较歹。嘛是有分水歹。有。好，披衫。第三个要教啥？叶头，这就是阮农人讲伊的大细叶叫做叶头。哦，柳丁的身材。对。叶头。叶头，这大叶头就是叶头。上尾要教啥？小啊，这是阿尾较细，所以对袂着热气，袂好大汉，所以一定袂当食。哦，就无爱啊。对，无爱啊。猛开粗粗。所以啊，家己加掉无爱啊。哦，安尼。
大家会晓袂？你想要跟我比赛？对。好，你迄个表情。弟弟，我陪你打传说，来帮我捡，不能吃。那你去找妈妈吧。走开！退！安怎？你的间谍，偷我的。我妈姐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摕来跟你比者。来呀！你看，来。你的间谍偷了我一颗。一张来偷一张，我一定可以。我一条摕了，好啊。好啊，兄弟，你看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咱继续。喂，这头在不？你开心变粗啊！你变粗啊！你犀利，你犀利。好，到位，啊！到位。做久的喙干呢，啊，想我底下加一粒。哦。哦。今天你红。啊，红的唔食，真好食。好食无？啥款？伤酸哦。哇，浓汤，遇到你的裤啊！不要紧啊。不要紧哦。哦。我去冰淇。啊，一只鸡也是安，我食鸡。你家热就好啊。你看。浓汤。啊。好食无？真正伊啊小可有生气，我嘛较介意小可有生气。喷汁了。咱安尼伫遮头食，拢无会做工课，不要紧。不要紧，大家再做。等者再做。你的表情就好笑。你看迄个，食甲人皮拢无想爱吞。你连皮嘛可以了，是无？这就是我爸爸。哦。爸爸，哈。你创啥？爸爸，你看，水果有去互蜂仔订去无？这就是去互蜂仔订的水果。爸爸会晓种柳丁，给我食。还有无籽的柳丁。啊，爸爸种的你欢喜无？欢喜。好食无？好食。哦，你逐项嘛食。爸爸，拜拜。好，我要来做事啦，拜拜。卖得很紧啊！你是不是偷偷带我来约会？对啊，我来带你去看无籽的柳丁。哦，无籽的柳丁哦，这看起来无像有无籽的柳丁园啊！我想讲你是想要偷偷跟我来足水的所在约会。我几岁？你几岁啊？对啊，真正足侪迄落雨情的。哦，有看到柳丁啊啦！柳丁菜。我想讲伫外口也看袂出来啊。对啊。敢若你米小吹咧。你找袂着我，你找袂着我。好，赶紧去拿蛋子来哟。这个头哪会遮软？我来，有注意呢。对啊，这个头加足软的呢。不啾，啊，唔是啊，你还玩柳丁好啊啦，够爽。来了。你要食看卖无？来啊，你试啊！我特别试有籽的。我看伊安尼酷酷滴，啊，我喙烂嘛要酷丁啊。我袂哭。啊是你。我看我来抽卡，哇！有籽呢。哪会有籽的？因为迄个芳用迄个有籽的花，用到这个无籽的花，所以伊就会变成有籽的。安尼无籽的，毋就加较歹食。对啊。哦。因为即马芳足济，所以较会烂掉。我知影，无怪你要种伫遮，就是无爱甲人有籽的去烂掉，对无？哦。你敢无爱互我去试看卖？我。无我袂准刷哦。你后壁这粒看倒一粒？哦好。就这个啊。哇！噔，有籽无籽？无籽。有哦。无。真的呢？拢无哦。我拢无籽，完全无籽。哇！来我搁检查一下，真正拢无呢。我来看看食起有差无？真是，无简单找到
有籽还无籽啊？是有籽无籽拢分袂清啊！继续甲我落去。这较油呢。我感觉有籽的较油。我这个较油。我还好，我入来拢顾食，啊无做着工过。无咱来找爸爸因，甲因斗相共。好啊，行。好。你快点，等我学。我阿你无来救，安尼，打救到嘛一个救落，救来断呀。哦，甲掉落去较会生啊。嘿，莫救真好好，无会断去哦。嘿也毋过安尼绑是要绑伫倒。绑到下边机，哦到哦。迄机。哇！快点你的帽子的不用这，到时候你摸这大腿，安尼。三八的。好，苗，哦好。现在我阿妹好。好，拜拜。恁大兄。走开。哦，爸爸，有够用。要练溜丁。啊，无话你来话你做。好好，阮一人。哇！好，哇，踏车，踏车，不要紧啊。踏车。哦，好，我去啊。后壁后壁，咱呢今年修行刚算好。快啊！哇！这大还无当。爸爸，爸爸，哦，是写无啊，后这个单。妈妈。啊。较等下练好，要甲创啥？装后要甲装开，装装箱，装书，装。高级的啊。大颗票通通挑出来给妹妹吃。好，拢互你食，扔豆仔，拢大仔。豆安尼敢有通？拢好你吃。要红肠啊？汤啊，蛋汤啊，走。就菜的。啊，搁先出磅重。啊，一收20斤。哦。是哦。哦，我你唔知唔知，你唔知你去卡口我唔。知。啊，若知装修拢底好，就算完成。嘿，对说。哦。来装修了就完成。规拢完成。嘿，嘿，进溜丁的辛苦就拢伫遮好啊，哦。爸爸。该活记得啊。会当活吃啊！今天咱的辛苦，一年拄我辛苦就是为着过生活，修行的一天就是安尼。就是像安尼。嘿啊，我没用。你嘛要做20斤好。啊有啊，有影是咱修行的一天就对啊。嘿哦，安尼咱点了一年拄我修一概念。嘿，来，你斗3工来。好，我来。我们就是咱一年一概念。嘿，一年一改，成果。嘿哦。阿妹要买溜丁无？会知影很高的哦。溜丁一罐100。买无？买无。我。反正都厉害呀。耶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哦，真重哦，啊，你赶快洗哩。好好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嗯，顺行。你好，发财发财。耶！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有啊，都有人要来搞搞。买溜丁哦。喵，哎耶！好，谢谢谢谢。食溜丁够健康。伫遮摆安尼，甲阿妈做伙，你敢会歹势？没啊，袂，真的拢袂。啊，你嘛安尼画？我遐尼大声。哦，无遐尼大声。摕出去我大声哪会画有啦？我拢摕出去卖啊。哦，你拢摕出去卖哦？摕出去敢有较好卖？有。有哦，真正。安尼行，咱来。我真的来，好重。行，真重哦。走。好，我甲你斗。走。太早咯。
慢慢我才行看开。这间，对，就是这这间是间，超市的。就是头家你好。他叫我过来呀。哎，我知嘿，来你顶诶，那是无纸的哦，无止啊，你好来，赞哦，点按偌济来， 100。来好，谢谢大家拢会知。哦，一定来买你哦。哎呀，足乖嘿，你知免免足乖嘿。对啊，拢会甲厝的斗三工。我甲妈斗讲过嘿啦。嘿啊。好，好，头家谢谢，头家谢谢。我去买。好，过去买。继续买搁一罐。头家哪会拢知影你会来买？伊个，我看伊钱搁直接订100呢。我常常来，伊嘛常常买啊。哦。我买啥物物件拢100块啊。哦，恁来恁就是一份，安尼就100，安尼。所以看到你就知好，哎呀，好钱摕出来，就甲你交关。对啊，我真厉害的吼。哎，阿妈来啊！阿妈你还袂去啊？阿妈你遮搞，我遐2罐伫遮，你一定袂去，遐遮济罐袂去。阿妈，你要帮我买无？好，无2包。我紧啦，2包我紧啦。好，行，安尼咱行转来。紧过。咱的柳丁。要搞啊？诶，这阿叔，今仔日春啥？春包馒头，豆奶。我要一个馒头。你要馒头？安尼我包啊。好。好，这你平常时会来。对啊，工课做了就会来食。一个包子。对，来这吃。喂！你看，跟你讲哦，你做歹心的呢，你看伊份的。笑干了。不爱穿啊？无爱穿啊。来，啉一休困。原来不爱穿是要小整的意思。因拢是工课做煞。啊，就来这买物件食，啊，搁来这生水。你若对遮好，拢无开气，袂甲伊生气。伤歹的时阵会。伤歹的时阵会。啊，若会啉烧的就无要紧。哦，安尼对真好讲。这是我阿嬷，阿嬷你的台语名安怎讲？阿润啦。啊，所以你全名叫做孙玲润哦。是啦。我阿嬷介意种足侪物件的，阿嬷平时足疼我的，嘛会煮足侪菜的。阿嬷，你疼我吗？要么，我听你无会听啥。欸，拄很开有一个旁边呢，对啊，是倒一项的？这个青草的。哦，敢若咱青草迄个味，这是白搭的。对。啊，另外一项啊，一支香，啊，搁加一项，这是啥？高尾草。哦，高尾草，清芳清甜。哦，好，我鼻有够开啊！你敢有鼻着？有。比赛。鼻残掉的。阿嬷阿峰敢平常时嘛像安尼来斗相共。有啦，有点会啦。有点会。是拢叫伊来兄好伊俩，有点做啥就叫伊做安尼哩。哦。有阵安尼有道。哦，我真厉害。甲你讲。我本来就是最厉害的呀。你敢弄安尼？拢嘛咧，哪家己煲，伊转弄落就好啦。你讲，嘿啊。哦，目珠哦，你流目屎啊？你流目屎。因为伊安尼包起来，才会当家己内底加了好食。嘿，我头一摆看呢。啊，加。好，安尼家己。好，咱配大只分，咱两边流目屎啊。嘿。好吃。好，你来，是，搁一啊！我甲你报一个。你
这是我的妈妈，妈妈，嘿，你今仔要煮啥？我今仔日煮鸡翅互你食嘿。好啊，嘿嘿，安尼你搁要食啥？烤肉，好了，无啦无啦无。无啊。我的妈妈足水的，会晓做真济料理。这是我的姐姐，看我嘛。我姐姐叫我微微的，伊煮菜嘛就厉害。你要跟我挥个手。哦嘛，放遐嘛会使，拢总倒落去。哇，那哥哥！啥让我的鸡翅无去啦？有一只，叫你一只，雄起我看到啊！我的鸡翅，已经弹掉。恁平常时啊，敢有食安尼咧烘吧？当时嘛会。有当时啊嘛会。囡仔咧炒嘛是爱烘，囡仔咧炒，像会先炒。你想咧？我唔知啊，我嘛是属拢生活咧炒呢。你上爱食烘吧哦？烘诶，我有一点一直足好奇无讲到，因为像你即届你是家己报名。对啊。对啊，我感觉你真有勇气讲，你哪有这个想法？问爸爸。问爸爸？爸爸会知？我要来知。爸爸是较尾啊才知。系啊。哇！爸爸，啊，你迄时阵伫困呢？我迄时阵去困，对。你还袂甲问，你就先报啊，安尼。就是安尼。先暂离又走啊。啊，你知影了后咧，你敢有啥物想法？因为囡仔伊也要想要创啥物创在有法度。伊家己感觉伊有法度。如果讲你啊读册，你啊甲读辅导啊，莫啊。哦，基本的顾家。对。啊，我安尼听起来你兴趣才看才册，厝的佫拄啊好咧种柳丁，你以后敢会想要转来？对，以后就做种柳丁安尼。出去就出去啊，放假的时阵回来斗阵。哦，若有放假转来斗。啊，爸爸咧，爸爸你对囡仔像阿峰伊安尼以后，敢有要接触的工课，敢有啥物想法？准备接嘛爱去学经销甲赢，你甲做农，嘿，咱艰苦过，对哦。希望讲囡仔莫咧对咱那边。嘿，兴趣啥家己爱伊对就好，莫做歹就好。嘿哦，念一句话。真正的，真正的。阿峰，我感觉因真朴实，就是阮咧做工课啊，其实拢会一直偷偷做休困。伊予我一款就是足自在有无？咱面对代志，有时啊，咱就是放较轻松的啦。我感觉我是一个足够紧张，也是足够烦恼代志的人。毋过看到阿峰伊的生活态度是即款，就是较自在，放较灵。我电到感觉，这嘛是一款生活的方式啊。啥那我爱甲家己逼才爱，对啊。我若是像伊安尼，爱当快快乐乐，真朴实的过每一天，安尼嘛是真好的一件代志。耶！多谢你。哇，恁感情伤介好啊！无你去加动作搞骗哦，真诶真好。哥无话的。跳。哦，水。哇！我嘛是讲笑的。咱两人做阵要跳一支小。等